嗱呢個台獨分子嗰邊咧係聲援呢個佔中行動喎。呢個真係要小心佔領中環呢個真係要小心㗎。有咩啟示？我哋香港一個政治現實就係中國共產黨執政嘅中國咧管轄地方。咁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嗰種作風係好撚多心魔㗎嘛，包括而家你香港政府行政會入邊又係咁撚多心魔㗎嘛，所以咪定唔撚到政策咯。心魔多嘅人咧就係左驚右驚嘅。好啦，我哋唔反對你台獨、台灣施明德嗰啲咧，係有個理念，希望香港加強民主。咁你精神支持就好啦，你就冇走過嚟三群結隊。但係而家調翻轉頭咧，就你香港有紮乞衣啊嘛，佢老母有個姓朱嘅牧師，一個李卓人呢個鄰樣就叻唔撚切。屌你媽走去又掹人條衫尾，屌你媽好似扮俾人睇啦！大家我哋好撚多人支持啊，有撚埋台獨分子勢力啊！你老母你諗過你自己你做牧師啊，你用個良心諗一諗。既然間你知道中國共產黨嘅心魔咁撚懷疑嘅，你惹啲咁嘅勢力翻嚟，你咪間接害撚死香港人咯。中央政府咪會收緊個政策啊，對管治香港。咁啊搞到香港人屌你仆街啦！你啲冚家鏟啊走去見耶穌啫，香港人見唔撚到噶嘛？嗱呢啲叫冇撚興嘅，知唔知啊？屌你諗下行出街撞到個兜心打個老母添咪六線懶狗嘅，屌你係咪先？屌你冇撚簡單嘛！我嗌個八婆打柒佢啊！屌你咁樣嗌個拳手學太極嘅，你唔好撞佢。又送去見上帝，兜上唔算下唔算數啊！冇腳等佢，冇跪撚咗度。屌你乜？你即係你自己一個好撚明智嘅人，你可以搞社會運動。屌你！你真係搞到台灣嗌台獨嚟，咁你真係屌你乜陷香港人於不義。屌你乜？你嗰信耶穌個良心喺邊撚度啊？嚇點樣有社會公義啊？咁樣爭取法咁樣公義，即係撩鬼打交，你冇你行撚咗去。留低當攤啊！等香港人喺度受罪，你諗乜講乜撚嘢？你有咪撚去添啊？呢班啱行下靠唔撚住噶，搞佔中佔佢老母啦！佢嚟佔下喎，你佔下海防道個卡帕突柒你啊！佔卡帕你佔唔撚到個啊！嗱，我有2個卡帕喺車上，你老母你買企下佔噶啦！我唔嚼柒你，我唔撚上嗱，你隨人你老母，你唔好話佔中環，你佔我卡帕啫！屌你！我唔打你，我唔撚勝過。你老母喺度鳩噏，屌你老味，搞撚亂個香港，好撚搞唔搞？係咪啊？你一搞撚大鑊啲，你兩個冚家鏟嗱，我支持你朱耀明，我撚樣同你卓人呢班冚家鏟咧，真係自焚！屌你老母，免費送汽油俾你，屌你老母！你成班搞佔中嘅，你咁柒一帶要停，我免費送幾卡汽油俾你，屌你乜自己去自焚啦！你死撚咗，我送撚埋棺材俾你，屌你咁啊嗱！送埋棺材山頂，一條龍服務都唔怕。你燒撚完咧，我同你守候1年啦，屌你咁啊唔柒撈嘢啊！同睇撚住個墳頭，屌啦！我揾張凳坐喺度，你個墳頭睇，你就自焚得噶啦！你咁撚怕撚閉，講咁撚多嘢，係嘛？你想做英雄啊嘛？屌你做歷史英雄啊嘛？你咪即係自焚咯！搞佔中，我支持你班撚樣，你個10幾人真係走去中環自焚啊！屌嗱，我送汽油俾你，屌你係咪？係咪？包你風光大壯，屌你講咁撚多嘢，仲要真係搞撚埋一台獨翻嚟，搞乜撚嘢啊？你啲撚樣就唔知搞乜嘢。你民主黨派你萬雞好撚壞噶嘛？佢有撚公信力咩？屌你賣幅畫賣假畫嘅，屌你有冇啲點信啊大佬？你有冇博懵咩？就係。係啊，香港一定要爭取。但就唔係去用呢啲方法嘅，唔係用呢啲方法嘅。如果你真係學我哋以前嘅工作咧，屌你揾紮上年紀嘅人，屌乜死一世唔死一世，圍撚住中聯辦，唔撚使講嘢嘅，屌乜自殘啊，一路扯大字報啊！令我落嚟，我唔撚講民主，我要你中央政府有個承諾咧，有個誠信。你俾香港咧正式1國2制，由香港人提名，好乜撚嘢都好，
人哋認為公道嘅，選個特首出嚟咪收撚咗工咯。香港人輸撚咗嘅咪認輸咯。呢使你簡單複雜化，就呢班香港土共啊嘛！屌你佢要揦撚住個權力喺度分餅仔啊嘛，揾啲自己有咁樣死噶嘛！我都話唔撚係啦，你就不如你中央收工啦，冇撚搞啦！我委任特首啊，議員啊，屌你又係委任嘅，冇糧出嘅，香港仲掂喎！咁你啲特首咪唔撚使俾人鬧咯，全部委任都得㗎，關香港人差事咩？冇特首你驚唔撚使驚冇飯食啊？冇撚咗梁振英仲安樂啦，日日唔撚使嗌交啦，啲人係嘛？你驚冇飯開咩？點解個個都搞緊錯？佢將本來無一物嘅嘢變撚大，香港就係土共啊搞嘢，屌你兩個中方落嚟嗰情治單位咧就喺度屌你個扮搞嘢，黐經費咁樣死咁嘅香港。第二個問題。